观看世界，来看这个开斋节，也就是开操节，是这个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，全世界的穆斯林，也就是回教徒同步来庆祝。这个穆斯林的人口上多，印尼都9万人，聚集里的雅加达，这个场面是真壮观。不过，印度有一个大城市，这个印度教的教徒甲穆斯林因为宗教来起冲突、起相拍，至少有10个人受伤。 印度警察摕盾牌，有棍仔要拍民众，民众四界行，四界走，场面真混乱。这是印度拉贾斯坦堡第2大城久德普尔，这穆斯林原本要伫街路挂庆祝开操节的旗仔，想要教所有印度教徒阻止，双方对起口角变奏开始相拍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来维持秩序，不过看到场面愈来愈乱，才用棍仔，佮有催泪加速，真生气的民众是破坏警察车，佮有公共设施，表达不满。 मैं अपील करना चाहूँगा कि तमाम लोग शांति बनाए रखें, तनाव समाप्त करें। 为着避免扩大冲突，当局已经下令甲网络切断，而且实施宵禁。在印度，时不时都会因为宗教纠纷发生暴力事件。今年2月，阁发生印度南部的学校禁止穆斯林的学生读册，袂使戴头巾。当时学校阁有学生发生激烈的冲突。这摆印度教徒阁有穆斯林，阁为着谁会使伫街路挂旗仔来相战。 然后在地因为宗教所产生的不满愈来愈深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